錯題簿。家朗係一位中二嘅學生，最近佢發現數學成績一直原地踏步，無論用幾多時間去做練習，成日都係錯漏百出。佢開始懷疑自己係唔係唔夠聰明，甚至可能對數學產生咗抗拒感。有一日中午午休嘅時候，佢就向成績優異嘅同學阿軒請教。阿軒呢就冇直接教佢點樣做題目，而係問佢：你平時點樣溫書㗎？家朗就話啦：我咪一直做題目咯，做完一本又一本。阿軒就點點頭話：我以前都係咁㗎，但係後嚟發現做多不如做啱。阿軒就建議佢試下錯題簿嘅方法，就係將錯嘅題目整理落嚟，寫低錯嘅原因同埋正確嘅做法，定期重溫。同時佢都仲教家朗用理解同應用嘅方式，就係先要搞清楚佢嘅概念，然後再挑戰唔同變化題，提升應變能力。家朗半信半疑咁樣照住做咗1個星期，結果竟然開始明白以前搞唔明嘅題型。佢亦都會學識喺每次溫習之後用幾分鐘嘅時間去總結重點，然後將啲知識整理喺張卡仔上面，考之前呢揭嚟睇仲更加方便添。經過1個月嘅努力，家朗嘅數學成績呢大有進步，連自信心呢都返咗嚟添啊！佢發現其實學習係一場策略遊戲，揾啱方法就可以突破困難。想聽更加多嘅故事，可以致電27778899按2字，或者喺 YouTube 度搜尋小樹窿電台 Podcast 頻道重溫。拜拜。